歡迎你哋嚟到今日嘅瑜伽練習。首先請你哋坐喺瑜伽墊上面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手可以擺喺膝頭上面，手心向上，眯埋你哋嘅眼睛，專注呼吸，放鬆你嘅膊頭，放鬆你嘅下巴，放鬆你嘅面部肌肉，只需要專注呼吸就可以啦。容許自己呢一刻可以安靜落嚟，然之後慢慢打開你嘅眼睛，將下巴輕輕放向心口，慢慢將頭部向一邊畫圓圈，動作保持溫柔暢順就可以啦。保持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準備好之後，我哋慢慢轉另一邊，釋放頸部同膊頭嘅壓力，慢慢做。然之後我哋慢慢翻返嚟中間，吸氣，雙手舉高，呼氣，輕輕側向右邊，右手放喺脊上面，左手向頭頂方向延伸，感受左邊身體嘅伸展。然之後吸氣返嚟中間，呼氣換邊，向左側傾，左手放喺脊上面，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盡量打開個心口，眼睛望向天花板。吸氣，翻返嚟中間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擰向右邊，左手放喺右腳嘅膝頭哥上面，右手放喺身體嘅後方。吸氣，拉長脊椎，呼氣，放鬆。吸氣，翻返嚟中間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擰去你嘅左邊，右手擺喺左邊膝頭哥，左手擺身體嘅後方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放喺膝頭哥上面。而家開始用上半身畫圓圈，想像你用肋骨去畫一個圓形，先向前面，再向右面，再向後面，再向左面，慢慢翻返嚟前面。盤骨盡量保持穩定，主要係腰背同胸腔喺度流動。然之後我哋再慢慢轉方向，向後，向右，向前，向左，想讓自己用個心口去帶動呢一串嘅動作，好似幫緊個脊椎做按摩咁。之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再行到去瑜伽席嘅前面。吸氣，雙手向上舉高，呼氣，手放心口，再一次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向前接，放鬆頭同埋頸。吸氣，拉長脊椎向前望，呼氣，踏後你嘅左腳。吸氣上嚟，雙手沿住耳邊向上，做一個高弓步。上半身輕輕向前傾，雙手開始畫圈，向前，再向後，上返嚟，再向前，向後，上返嚟，向前，向後，上返嚟。保持呼吸，然之後左手擺地下，右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，我哋都畫個圓圈，鬆返右邊嘅膊頭，手向後，向前，向上，我哋轉方向，向前，向後，向上。吸氣，呼氣，然之後兩隻手擺喺地下，後腳嘅膝頭哥亦都放喺地下，左手撳住地下，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試下可唔可以捉返你後腳嘅腳趾，打開個心口，盡量望向天花板。下一個吸氣，可以慢慢放鬆右手，放返喺脊嘅前面，伸直前腳，勾起腳趾，放鬆你嘅上半身。吸氣，眼睛向前望，呼氣，頭向地下方向沉落去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
再呼氣，之後將前腳踏返喺脊上面，再慢慢踏去後方，做一個下狗式 downward facing dog，輕輕咁樣踏下兩隻腳，放鬆下兩隻腳嘅 hamstring， 然之後我哋停留喺度做一個深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將你隻左腳行去你兩手嘅中間，吸氣，雙手向天花板方向伸展，呼氣，再向前彎，手畫個大圓圈，向前、向後、向上，再向前、向後、向上，感覺兩隻腳係好穩陣咁樣企喺嗰個席嘅上面嘅。然之後我哋右手放喺地下，左手畫大圓圈，向上、向前、向後，配合呼吸，鬆下左邊嘅膊頭。然之後我哋轉方向，向上、向後、向前，再向上、向後、向前。然之後手擺喺地下嘅方向，放鬆後腿嘅膝頭哥喺地下，嘗試用你嘅左手去揾返右腳嘅腳趾，打開個心口，眼睛望向天花板方向。下一個吸氣，你可以放鬆你嘅左手，右腳放返喺地下，伸直你嘅前腳，腳趾勾返起。吸氣，眼睛向前方望，伸長個脊椎。呼氣，沉落去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呼氣。之後踏返你嘅前腳喺地下，兩隻手放喺前腳嘅兩邊，推返後腳撐直，後腳踏前。我哋做個 standing forward fold， 右手可以捉住左手手踭，左手捉住右手手踭，頭自然垂低，輕輕左右搖擺。然之後放鬆你隻手，慢慢捲起，行到去瑜伽墊嘅中間，面向席嘅牆邊。雙腳打開，腳跟微微向內，腳尖向外，屈膝嚟到女神式 Goddess Pose。吸氣，雙手向上屈膝，呼氣，雙手放低，同時拉直雙腳，跟住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，保持膝頭哥彎曲，手擺喺膝頭哥上面。我哋做個 side stretch。右手放喺膝頭哥上面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然之後我哋轉邊，左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然之後到右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然後我哋返返嚟中間，伸直雙腳，腳尖向前轉，雙腳平衡，雙手喺背脊十指緊扣，吸氣抬高心口，呼氣向前接，雙手向上延伸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再呼氣，打開個心口同膊頭嘅同時，亦都拉伸下繃緊嘅 hamstring。下一個吸氣，可以慢慢捲返個人上嚟，再放鬆雙手，然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咁樣瞓返喺個席嘅上面，伸直左腳，屈曲右膝頭哥，將右腳拉向心口，雙手捉住右腳嘅小腿，慢慢轉動右腳嘅腳踭，之後右腳踩地，右邊嘅腳踭擺喺左腳膝頭哥，提起左腳，用雙手捉住右邊膝頭哥，感受右邊臀部外側嘅伸展。如果你覺得舒服嘅話，可以輕輕咁左右搖擺，保持吸氣、呼氣，放鬆個膊頭，感受下身體嘅伸展。
然之後我哋慢慢放開雙手，保持雙腳嘅位置，令雙腳自然咁樣落向你嘅左邊，雙手打開，放鬆膊頭。我哋喺度停留幾個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感受下個脊椎透過呢個 twisting 得以放鬆，好舒服嘅。吸氣，再慢慢返到嚟中間，我哋轉邊，將右腳腳踭擺喺右邊膝頭哥上面，提起你嘅右腳，用雙手捉住你嘅右邊膝頭。吸氣，呼氣，放鬆你嘅膊頭，感受你嘅左邊大髀外側、臀部外側有一個拉伸嘅感覺。然之後放開雙手，雙腳自然落向右邊，頭望向左邊，放鬆你嘅膊頭，感受下個脊椎，感受下你嘅左邊側身，左邊大髀外側，左邊臀部外側。喺下一個吸氣，慢慢返返嚟中間，伸直右腳，屈曲左膝，將右腳拉向心口，轉動下左腳嘅腳踭，然之後將兩個膝頭哥一齊拉去心口，打開雙膝向腋下，你可以捉住大髀、小腿或者腳掌、下背，輕鬆咁樣貼地，可以輕輕咁左右搖下，或者慢慢停留都可以。慢慢放低雙腳，向前伸直，我哋進入大休息。雙手自然放喺身體兩側，手心向上，輕輕合埋你嘅眼睛，讓身體嘅重量完全交俾大地。呼吸回到自然嘅節奏，用呢一刻感受練習，慢慢咁樣沉澱喺個身體入邊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吸氣，再呼氣，慢慢將個注意力帶返去身體，喐下啲手指、腳趾、手腕、腳腕，然之後好似朝早起身咁樣伸個大懶腰，兩手向頭頂方向伸展，可以十指緊扣，感覺自己好似朝早起身咁，感覺係好醒神嘅。然之後慢慢轉去你嘅右邊，再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坐好，盤腿坐喺脊嘅中間。吸氣，手向上，呼氣，手擺心口中間，再一次吸氣，呼氣。Namaste，多謝晒你今日嘅練習，我哋下次再見。